今年呢個2026年係都幾刺激嘅一年，刺激咗呢，因為轉捩點第3年，所以又係個8運尾24就9運開始，一入9運嚟講就地產大亂先，世界性啊，唔係淨係呢度。咁亦都影響咗12生肖嘅行法。嗱，咁第一個生肖今年係丙午火馬年啦，天干地支都係火，雙火年。如果旺火嘅人就梗係好啦，唔旺火嘅人就要小心啲啦。嗱，咁啊馬年代表乜嘢咧？代表坐太歲。咁12生肖啱啱畫一個圓圈嘅，馬對馬就坐太歲。咁一般坐太歲嘅人咧，就影響咗財同埋健康。所以屬馬嘅人要多啲休息，多啲運動，唔好太過捱夜啊咁樣。財方面咧，宜正不宜偏。個馬人今年雖然適宜賭博投機，但正財冇事。人際關係待人緣唔錯嘅今年。所以如果屬馬嘅朋友喺個工作嗰方面係做公關嘅行業，唔係做賭博啊，唔係做股票啊，即做公關啊，做娛樂性行業其實都 OK 嘅。咁喺呢個事業方面，如果係做記者啦，銀幕咁樣嘅嘢咧，仲好啲添，越嚟曝光越好，印證咗人事方面。財方面咧，主正不主偏啦，啱啱講過。人際嗰方面咧，個人緣唔錯。感情方面咧，就變咗，因為始終係坐太歲啦，就唔係咁平穩，所以唔好諗太多嘢啦。健康嗰方面咧，亦都屬於平穩，只要唔太過搏殺啊、飛車啊，咁應該冇事噶。屬馬人唔使擔心，雖然坐太歲，但係吉星都幾多今年。嗱，第二個生肖就係屬羊嘅生肖，就係12生肖裏邊今年最好嘅生肖，因為羊同馬咧叫做六合，六合咧佢福星高照啊，今年好多機會。嗱，所以事業方面咧亦都左右逢源，一樣同馬六合，而且福星高照，真係坐正個福星，樣樣嘢好順，比過去2年都會好噶。因為合到嘅關係咧，人際關係都好好，所以如果喺工作嗰方面咧，處理一啲比較棘手嘅問題，尤其處理人際關係嘅問題，今年應該非常非常成功。所以事業方面亦都係以人事為主。咁樣財方面咧，佢係六合得財啊，所以今年財星亦都旺。最緊要就係個人際關係啦，一六合為婚。所以如果你屬羊嘅朋友仲未結婚咧，今年係好適宜拉埋天窗，係非常好事。恭喜你屬羊嘅朋友。嗱，第3個生肖咧就係屬馬騮嘅生肖。嗱，馬騮同馬有咩關係咧？好多人都唔知，好似冇乜啦啦，其實有關係㗎，就係產生咗個驛馬星出嚟。所以如果屬猴嘅朋友，譬如做國際貿易啦，做物流啦，做買賣啦，做運輸啦，今年係非常成功，而且呢個人緣亦都 OK。咁呢個猴嘅生肖咧有2個特性添，第一就含咗一個醫星，醫療嘅醫，所以如果屬猴嘅朋友工作同醫療有關係啦，譬如係醫生啊或者救護人員啊，非常非常好今年。但係佢又好奇怪，有相反嘅陰宅星，所以如果屬猴嘅朋友咁啱又係做陰宅生意嘅，墳場殯儀館嘅有關嘅生意啦，都係非常成功。咁樣唔好喺邊方面咧，就有少少凡夫俗星，因為成日走嚟走去啦，所以咧就唔係咁大嘅桃花啦。喺感情方面咧，各有各先。嗱，咁跟住個生肖就屬雞嘅生肖，就係12生肖裏邊，雞今年係文昌星最強嘅生肖。所以如果屬雞嘅朋友咧，你嘅工作做分析性嘅行業，譬如做 IT 啦，做解決問題嘅工作啦，做財經分析啦、教育啦，今年應該非常理想，非常成功。雞同馬咧就冇特殊衝合噶，但係呢個雞嘅朋友咧含有桃花喺度，人事方面都幾好。有少少紅鸞星出添。感情方面，如果未結婚嘅朋友，今年結婚就 OK 嘅今年啦。咁財得唔得咧？起碼冇破財星喺度，中中挺挺，唔一定話好大，但係起碼咧破財機會唔高，咁都要恭喜屬雞嘅朋友。跟住就係屬狗嘅朋友啦。屬狗唔錯啊，老虎、狗同馬叫正三合，係第2、第3最好嘅生肖。咁狗既然有合咧，就變咗做一啲合作性嘅生意，同埋佢本身嚟講亦都個分析力幾強啊。屬狗嘅朋友喺今年，因為合作關係，所以如果佢同雞有少少似唔同咧，雞就好重文昌，狗咧就重於分析。咁譬如幫人解決問題啊，做嗰啲叫做揾嚟調解公會嗰啲啊，揾隻狗出嚟啊，咪佢夠大聲咁嘅，即係所以佢做分析性行業最旺。
財嗰方面嚟講呢，就比較勞心勞力啲，樣樣要親力親為，又有少少叫做強性啊，比較上，所以親力親為啲。但係都揾到錢，因為三合始終含財。感情嗰方面呢，唔錯，因為三合嘅關係。如果未結婚嘅狗仔狗女呢，今年不妨考慮拉埋天窗。跟住屬豬嘅朋友啦，12生肖裏邊，除咗馬騮好強逆馬之外呢，豬都係非常之強噶。所以如果屬豬嘅朋友成日要出差咁相當之唔錯。咁樣呢個豬嘅朋友今年產生咗官司星，小心揸車啦。屬豬嘅朋友係咁啱做法律有關嘅行業，譬如你係律師啦，或者你做官嘅，反為因呢樣嘢而得權得財。所以凡有一樣嘢有兩睇噶，唔一定唔好。但係豬嘅人今年比較辛苦一啲。凡事勞心勞力，但係就相對去年好好多，因為去年始終蛇豬六衝，今年就冇咗衝。我哋中國嘅學問咧有個好處，物極必反，唔好之後嗰年多數好嘅。所以屬豬嘅朋友今年要多啲喐動，同埋咧注意下啲法律條文，又唔好觸犯咗個底線得啦。跟住嗰個生肖同個馬對沖就係老鼠。咁樣咩叫對沖呢？原來12生肖可以好似一個鐘咁啊，把12個時辰喺度。咁樣馬同老鼠啱啱對面對立㗎，所以叫六衝。咁六衝有乜嘢好，有乜嘢唔好呢？唔好嘅地方呢，六衝容易破財，沖太歲，因為所以做老鼠嘅朋友呢，係投機性嘅行業，譬如股票啊、比特幣啊之類咁樣，亦都唔適宜呢太過冒險投機，譬如唔穩定嘅國家嘅地方都要比較小心啲。但係逢衝必動，佢亦都主動。今年好幾個生肖都主動。咁呢個老鼠如果工作上唔一定係出差去好遠，喺附近要出去出邊，咁啱你係做於揸車行業，要小心啲啊，始終沖太歲。所以喺年初最好咧認咗個血光之災先，即係檢查身體或者去咗捐血搞掂咗先。喺事業方面，老鼠嚟講咧，主動不主靜，但係主正當嘅財，唔好搞偏財。所以財方面咧，正財平平穩穩，大吉大利。咁樣健康嗰方面咧，始終對沖咧容易產生血光之災。感情方面咧，平淡是福，唔好強求太多嘢。跟住屬牛嘅朋友咧，同呢個馬有少少相破嘅，有少少對立㗎。唔好處咧就係對立做事，硬係要棘一棘，有咩事都要辛苦一輪先至成功得。但係牛嘅朋友今年帶咗紫微星，紫微主權威，亦都主分析，咁樣亦都有少少似文昌啊。所以屬牛嘅朋友呢，如果你係做管理呢，雖然勞心勞力，但係呢都會有一定嘅助力。如果你係做分析性啊、教育性行業，仲好啲添。我哋話做牛做馬啊嘛，所以喺工作嗰方面唔好怕辛苦，多啲運動，注意身體健康，尤其是注意腸胃方面嘅毛病。財嗰方面呢，勞中生財，唔好旨意一啲勞力都唔使就生財，咁啊實俾人呃錢，辛苦啲親力親為。咁感情嗰方面呢，平淡如水，唔嗌交就偷笑啦。所以呢，有咩頂撞呢，噗一聲吞咗去，以油制光，咁樣就冇事啦。咁跟住呢個生肖就係老虎生肖，老虎同個馬就正三合。所以喺12生肖裏邊排行第2最好嘅生肖，第一就係羊，第2就係老虎。第3就係狗。老虎嘅好處呢，因為有合，樣樣都有貴人有助力，所以做合作嘅生意啊，或者做領頭人都可以有成功機會。咁大膽啲做嘢，亦都可以組隊領袖。喺個事業方面呢，比較管理階層會好啲。喺人事方面都唔錯啦，因為有三合嘅關係，所以未結婚嘅老虎朋友呢，可以結婚。財方面呢，正偏都有，老虎今年應該相當之唔錯。跟住嗰個生肖呢，另外一個桃花好強嘅生肖係咩呢？就係兔仔啦。兔仔呢個桃花呢，你可正可偏，所以要處理得好啲先得。所以兔仔同個馬年呢，其實都係叫做相穿害嘅，多啲注意感情。譬如已經結咗婚嘅兔嘅朋友呢，就唔好咁多眼望嘅其他啲男仔女仔。做咩行業最好呢？人際方面行業、娛樂事業最好。譬如你係歌星、明星。演藝家，咁你咁啱屬兔呢，
應該唔錯，今年盡量喺呢方面發展。財嗰方面呢，因人事關係而得財，佢自己個人呢都要靠人。感情嗰方面呢，桃花旺，注意唔好產生太多嘅誤會。嗱，龍同馬嚟，我哋廣東人成日都叫龍馬精神，好多嘅日常術語都出自術數方面嘅，即係龍同馬係有啲拉能，兩個生肖都主動。因為龍咧亦都係主動嘅生肖，譬如做貿易啊、去旅行啊、物流啊、運輸啊，應該都唔錯。如果你屬龍嘅朋友咁啱做埋旅行社，仲啱添。所以記住喺事業方面，龍今年主動。今年龍嘅人呢，嗰個第六感精神狀態都唔錯。所以如果你係做教書嘅、做哲學家、做傳播宗教嘅都唔錯。健康嗰方面呢，講明龍馬精神，冇乜大礙，唔需要咁擔心。人事方面呢都 OK， 未必一定係結婚年，但係可以談情說愛啊 OK 嘅龍。最後一個生肖呢，就係蛇嘅生肖啦。嗱，蛇嚟講今年有一個特性，就12生肖裏邊財星最多嘅生肖，所以蛇嘅人如果你咁啱係做貿易、做買賣、做股票、做投資嘅行業，勝數比舊年好。舊年坐太歲，逢係犯太歲之年，跟住嗰年會轉好啲嘅。蛇今年亦都係一個例子，但係佢好在於財，所以做投資啊嘅方面呢，可以大膽啲，正偏都有，但係都偏開正嗰方面，因為世界大運未得，所以都唔好太偏。咁樣喺個事業方面呢，多啲做股票公司啦、銀行啦，特別有利。健康嗰方面呢，小毛病會多啲。屬蛇嘅人有個血星喺度，所以驚住唔知有冇機會有啲手術，所以小心多啲注意。嗱，人嗰方面就唔使擔心啦，今年 OK 嘅。